在洗身躯了后，规工的疲劳就会当减轻足济。不过，洗身躯对流浪的人来讲，却是久久才有一届享受。所以讲，有社福团体就成立这芳芳浴堂，是免费提供4间浴巾啊，给有需要的人有浴使用。而且这嘛有物资会当领，要找头路、看医生、洗厝，买当去遐找人斗相共。亲像朋友共款，亲切就好入门，就是伫台北市万家区镇下下内的香香澡堂，亲像国圆形看板共款，提供一个清气的空间，免费来洗身躯。4间浴巾传出水声，来遮洗身躯的人有无厝的人、弱势家户、身心障碍者、甲独居的老大人等等，每人有至少20分钟的时间，用无受干扰，好好洗身躯。洗身躯看起来简单，却是社会上不少人在生活中做不到的。我们这边进来之后，出去的人其实不像是露宿者，对，因为他能在我们里面得到盥洗，然后能够得到一套干净的衣物，对，所以离开的时候那个状态蛮不一样的。1个礼拜来3次，来这边洗的感觉怎么样？洗得很舒服，很快乐，可以说我一生中最快乐的。毛巾什么都帮我们准备好啊，真的。很好啦，我讲难言，我自己的家里都没那么好。甲其他公家机关只开到下晡4、5点无同，而且营业到暗时8点，互结束一日工作人用强调自身的疲劳，都比生活动力。我们晚上有时候会去夜访，我们会去万华车站去发餐啊，去关心一些早课的近况。那有的时候看到新来的没见过的面孔，我们就会跟他们说这里有澡堂，有空可以来洗澡。开张3年，即马一日来遮的人有8、90人，而且除了清洗服务，也有提供领物资，也有就业、医疗加洗澡咨询甲转介。一家做店员的玉珠姐啊，也捌伫街仔路流浪10多年，所以更较用将心比心。除了洗澡之外，人跟人之间一些温馨的互动问候，然后就是感觉是一个有温度的关怀。流落街头，有时候3餐不继的人，这些都是很大的帮助。为清洗需求出发建立关系，这也正做软性桥梁，互大家更了解甲关注无厝的人议题。就亲像大门边文山的标语，用洗身躯之名来一场家街路散车的浪漫色彩。因虽然无厝，也是伫这都市生活的居民。公视新闻采访报道。